怀孕了、生产了全记录了。你看影片标签有生产了，要知道孝道，知道母恩的伟大，10大母恩啊，知道这个母亲的伟大，知道孝道。这个影片很专业，是专辑的。怎么是快速找到这么专辑的影片？那个要搜寻的关键字词贴到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。发布以后，你看点按的连结，有多少部影片？800多部，286个频道哦。全世界有上传影片到 YouTube 的影片图示都会出来，主要是中文的，因为这个标题是中文的，主要是中文的。